下星期係內地五一黃金週，運輸署將會加強萬宜水庫東壩嘅公共交通服務，包括擴闊入東壩馬路嘅避車處。海天一色嘅美景，六角形岩柱、彎曲岩柱嘅地質奇觀。萬宜水庫東壩近期喺內地社交平台成為旅遊熱點、打卡勝地。就算唔係假期，都有唔少遊客。我們想選擇看這個風景啊，所以我們徒步。徒步路徑好出名啊，所以我哋一直都知。我哋都小紅書都有刷到好多話要走嗰陣排長龍啊乜嘢，咁可能真係要交通設施呢方面要跟進返。等到太陽都下山啦，還沒有車啊，兄弟們！佢講嘅情況見較多喺週末同埋長假期出現。嚟緊就係五一黃金週，多個部門商討期間加密小巴班次，同時擴闊來往東壩嘅萬宜路近10個避車處。好啲咯，有啲可以避下車啦。逢假期星期六就好塞車㗎嘛，咁唔夠避車位，依家加闊咗就避車位係多啲啦。有當區區議員認為政府亦都要考慮長遠措施。係咪長遠嚟講，我哋見到仲有好多位置咧係比較窄㗎，同埋係一啲彎位嚟嘅。係咪可以喺側邊嘅一啲行人路，或者可能側邊嘅一啲斜坡都可以再增加多少少空間作為一個避車處嘅用途呢？好多一啲朋友咧都建議係咪可以開拓一個水上嘅運輸啊？畢竟咧，即係我哋而家嘅地質公園咧，其實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嘅一個地方啦。另外，警方喺長假期期間亦都會加派人手維持小巴、的士站嘅排隊秩序，同埋打擊黑的濫收車資嘅行為。